作為計劃成員，你可以如何提交轉移強積金權益申請？積金易平台讓強積金計劃成員可以喺線上隨時提交多種轉移強積金權益申請，包括個人帳戶整合及喺離職後轉移強積金或轉移自僱人士帳戶。如何透過積金易網上平台將多個個人帳戶整合至你心儀嘅強積金帳戶？登入後，喺主頁選單，點擊管理強積金，並選擇轉移強積金，選擇整合個人帳戶，選擇轉出權益嘅帳戶。你可以同時選擇多個帳戶，然後選擇轉入權益嘅帳戶。如果你想將帳戶整合至新嘅強積金戶口，點擊登記計劃，並按照指示開始登記個人帳戶。請喺登記完成之後，重新提交轉移強積金申請，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點擊提交。細閱條款及細則，點擊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你嘅轉移強積金申請。如何透過積金易網上平台喺離職後轉移強積金？當你轉工後，你可以選擇轉移你嘅強積金至其他強積金計劃及帳戶，或者選擇將強積金保留至原有計劃嘅個人帳戶。登入後，喺主頁選單，點擊管理強積金，並選擇轉移強積金，選擇離職轉移或轉移自僱人士帳戶，選擇轉出權益嘅帳戶。你可以同時選擇多個帳戶。如你有自願性供款，你可以選擇提取自願性供款。點擊跳過，以一併轉移你嘅自願性供款至轉入強積金帳戶，或點擊確定，以提取相關權益，並填寫支付方法。然後，你可以選擇保留你嘅強積金喺原有計劃嘅強積金帳戶內，或者選擇轉移你嘅強積金權益至其他計劃。如果你選擇保留權益喺原有計劃，點擊在原計劃指定的強積金計劃下，以個人帳戶形式保留，並直接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如果你選擇轉移你嘅強積金權益至其他計劃，點擊轉入其他計劃，並選擇一個轉入權益帳戶。如果你想將權益轉移至新嘅強積金戶口，點擊登記計劃，並按照指示開始登記強積金帳戶。請於登記完成後，重新提交轉移強積金申請，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點擊提交。細閱條款及細則，點擊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你嘅轉移強積金申請。如何透過積金易網上平台轉移自僱人士帳戶？如果你係自僱人士，你可以選擇轉移自僱人士帳戶到其他計劃。登入後，喺主頁選單，點擊管理強積金，並選擇轉移強積金，選擇離職轉移或轉移自僱人士帳戶，選擇轉出權益嘅帳戶。如你有自願性供款，你可以選擇提取自願性供款。點擊跳過以一併轉移你嘅自願性供款至轉入強積金帳戶，或點擊確定以提取相關權益並填寫支付方法。然後選擇申請轉移嘅原因。如果你已經終止咗自僱，請選擇終止自僱，同埋提供終止自僱生效日期。如果你仍然係自僱人士身份，請點選維持自僱，並把權益轉移至另一個計劃，並選擇原計劃嘅最後供款日期。如果你選擇嘅帳戶仍然有未繳付供款或者附加費，會有一個提醒信息。點擊下一步嚟繼續你嘅轉移申請。然後你可以選擇保留你嘅強積金喺原有計劃嘅強積金帳戶內，或者選擇轉移你嘅強積金權益至其他計劃。如果你選擇保留權益喺原有計劃，
點擊在原計劃，指定的強積金計劃下以個人帳戶形式保留，並直接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如果你選擇轉移你嘅強積金權益至其他計劃，點擊轉入其他計劃，並選擇一個轉入權益帳戶。如果你想將權益轉移至新嘅強積金戶口，點擊登記計劃，並按照指示開始登記強積金帳戶。請於登記完成後，重新提交轉移強積金申請，核對及確認你提交嘅資料，並點擊提交。細閱條款及細則，點擊接受，你就可以成功提交你嘅轉移強積金申請。希望本影片對你有幫助。準備好發掘更多積金易平台嘅功能未？立即瀏覽積金易網站 www.empf.org.hk， 了解更多。